弟弟，宝宝今朝到你去吃饭时吃对汤面。手用手嘴独一无二的风景，国境海的呱呱街还还挺平淡。看看那只盆景，晒得也漂亮。那个店长时于1卷3卷年来点着。大骨头这个方的，1天1条。手嘴人日日赶展，对汤面随时也是个讲究。义乌风光，对过就是1000多年的闪光塔，那顶拱桥据说还是老古董着。好，谢谢。你看那个面个碗还是蛮香的。哎，那个对汤面蛮嗨的，看看焖肉啊。走吧。那个汤特别鲜，那看那个八卦薄得不得了。就像那个猪肝啊，上了一个姜丝。那个，下个礼拜背到外婆来上了。妹在左边做伴，坐在妹边，妹儿风白。那个又来新的吃光了。你们这儿的面能不能续的？可以的，我们这里的面是无限续的，免费的。那个羊肝呢？吃得饱的。这一个这样。我要再这样个吗？只能问。不再这样没下去，这只更高嘞。就这个，哦哟，一道配。对汤面啊。来大手。弟弟啊，你心思根本不辣那身上，你又没心思辣看手。先吃它再看手。哦，面谈好，环境好，而且会帮你平台演员解决子工作问题，非常感谢一种老板。这样好的地方，下个礼拜搬到外婆来上场，